EID NFC MailChain。 EID NFC MailChain 係咩嚟？可以將你嘅主旨製作成 NFC MailChain， 真係好得意。呢隻係我嘅主旨榮浩，試下用手機拍下，即刻彈出佢嘅 IG page， 掛喺包包叫朋友 follow 佢，話都冇咁易啦，好得意啊！至於另一款就係連接 EID 嘅寵物平台，今次拍完之後會去到主旨嘅專屬網頁，可以自由存放資料、醫療記錄、寵物日記等，仲可以加入埋主旨嘅 Facebook、IG、YouTube 專頁，或者存放佢相關嘅影片。喺邊度可以買到 EID NFC MailChain？ 即刻去呢個網站揾下啦！去到呢一頁之後，撳加入購物車，成功加入之後，再拉到最右上角嘅購物籃，然後就會跳到呢一頁，輸入訂單資料，亦可以登記成為會員，方便日後查詢訂單。聯絡資料填好之後，就係填返收貨地址，可以揀順豐地址或者自己屋企或者公司。最後揀埋 payment， 然後撳前往結賬確認下單，咁就完成㗎啦。俾完錢上載埋收據 cap 圖， WhatsApp 上載你主旨嘅相關資料，7至10日左右就可以收到專屬嘅 NFC MailChain啦。